台北市大安区有一间已经开20多档传统做粿店，上出名红豆粉粿口感特别 Q， 一喙咬落去会当食到一粒一粒韧韧的红豆仔，食起来甜也毋过袂味。打找好的红豆仔甜粿，食客紧甲买转去，因为这是要互囡仔早去加拿大食的。他要去维多利亚，要带到维多利亚去。店内唔但有红豆仔甜粿、原味甜粿、乌汤发粿，还佫有菜头粿、乌仔粿。这的传统美食拢是陈秋发伊手工做的。伫咧通化街市场嘛，已经卖20多年啊，业绩真侪爱食青的人客。若拄到过年过节，大家都注文要买伊的甜粿。Q 度够，而且是蛮新鲜的。我想要吃这个糯米制品的时候，我都会找他。从他开始卖，我就吃到现在，我也不记得是多久了。甲无好的粿暗，甲放喺粿碟仔内底，粿碟仔喙度爱甲拔好调，这时阵甲放喺椅条顶悬，用一支冰担来甲硬，这是上传统古早路的硬粿，安尼就是要甲内底水分甲硬出来，互伊成做粿册。硬粿册都爱有窟窿，爱甲内底这个水拢甲硬出来。我们都是这种要磨米，然后要沥干，沥干的话就用古早法的。一只长板凳，然后一只扁担下去压，这样做好几个小时，体力消耗很大。等粿册硬较大的时阵，就会当甲放落去芳，这安尼就差不多爱甲芳烂半点钟。粿册烂好了后，佮甲掺赤沙入去，这当阵伊就会变较有黏性。这当阵就会当甲煮好的红豆仔甲放入去，爱甲这个红豆仔甲粿册甲敲好焦匀。伫敲的时阵，辣头就爱扎到好势，爱尽量互红豆仔保持规粒的落去吹，安尼吹出来才会水。一般他们都是红豆泥，有的是直接去跟人家批那个红豆那个粉，对不对？下去煮，对对。我们是整颗红豆天然的下去煮，而且我们又控制到8分熟。即卖是这个做甜粿手路师的陈秋发，伊伫咧20几年前还佫咧卖关坎的粿子，一工的营业额差不多有10万外块。不过因阿兄真爱播，嘛来地带影响到伊的生意。那时候因为我的哥哥都是跟那个客户借钱的，那个客户都不敢来跟我买啊，那时候就一落千丈，生意就垮了。尾啊，就倒转行来卖麻糍甲甜粿，不过要做生意哪有遐尼简单啦？卖1000多块，所以那时候想真的想啊，所以跟你讲说，如果地有洞的话，就真的要钻进去。不要去外面拿工上班族的，就夫妻就要分开了啊。然后我们是2个都每天都是在一起啊，S2还不错啦。就算讲伊安尼身体无偌好，不过20年来，伊逐工拢是天还未光，就起来做工课啊。陈先生因翁仔某安尼相敬相挺，用手工来做这个传统的美食，安尼嘛，互人客有食到幸福的滋味，嘛通来秉持因的人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